到当年中秋，一寡人拢是亲像拄则画面安尼灌死烘肉来过节。也毋过，经济学者上新的研究发觉讲，烘肉油若是去滴到火炭的时，会排垃圾有粒仔物，也就是 PM2.5，也有 PM10，这会对咱人身体有败害物质，引起空气污染。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宣导影片，呼吁大家因特别用敬母人的方式，要甲大家讲用电或者是瓦斯来代替火炭烘肉，安尼才袂烘甲会苦家白分火。 陈美君小妹妹，陈美君小妹妹，领导航班已经航到因空空。里长公布叫阿妹啊，赶紧回去，唔是厝内出什么代志啊，是中秋节航班烟伤大。刷落隔壁厝边乌面带倒神挖过来，强调会当用电还是瓦斯来代替用火炭烘肉，更加方便。最近下来看 FB， 这块肉油丸是就是饱满，永远袂用碰碰。 这是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的防治空气污染的影片，找家己人来做临时演员，道具伪装全部拢家己来，宣传中秋节烘肉尽量卖用火炭，预防空气污染。唔那安尼，佮讲到中秋节烘肉的历史。原始人肉是这样炒的。 为石器时代种茶起火到90年代，哪烘肉哪烧，上摩登的现代人应该爱用电甲瓦斯来烘。利用瓦斯跟利用我们的电炉，我们就减少这一类的污染。对人体在烤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可以减少他们直接的一个影响。 今年的中秋节，民众拢惯死烘肉过节，不过根据学者研究发现，烘肉油脂滴到高温的火炭的时阵，会产生 PM2.5、PM10这有害的物质，那污染空气嘛影响健康。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影片宣传烘肉的撇步，呼吁民众做回来保护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